没有电力，没有水，没有网络。我代表地方上的民众拜托总统。民代亲亲一级强拜托总统赖清德救救大北门的渔业，因为单那是风台，台南沿海渔船不是摒弃，就是拢做伙，相关设施损伤，灾情相当严重。渔港初步估计的财损金额大约6970万块。很多长辈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大的一个风灾，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灾损有没有机会？因为我们生财工具大部分已经都损坏掉了，有没有机会可以提高一个补助的一个额度？对此，总统赖清德将请农业部渔业署和台南市政府讨论，敢要去保花做好保护措施，让未来风台袂互渔船、伫摆仔等高损失。电力也未恢复，发电机的租金嘛将由农业部负责，也若补助有3笔钱会当用。天然灾害救助金额一定互你。另外你要收获农业署、农业部渔业署，佫会当甲你补助。剩的你家己爱负责的钱去银行贷款，政府甲你补贴利息钱，就是要互咱大家要换新的，也是要修复。会当这个问题会当解决。另外，台电修复状况，风台期间，台南有250支电火条啊全倒，停电户数高达20万户。目前跨区动员超过500人来支援，不眠不休的拼恢复电力。对此，总统赖清德嘛到第17线视察，替台电人员加油打气，希望大家互相体谅。台南新闻收看，采访报道。